你係咪當我哋弱智㗎？《西遊記》仲可以咁解圖，問你服唔服啊？孫悟空改咗生死簿，阿閻王自己唔改翻嚟，偏偏跑去玉帝度告狀喎，請求出兵捉馬騮。喂，問題嚟啦，點解閻王自己唔改翻去咧？嗱，同你嘅另一個古仔啊，一群劫匪就搶咗銀行3嚿水啊！第二日新聞就報道啦，話銀行唔見咗1000萬，哇！啲劫匪感慨到咩咁？仲係你哋揾錢快啊！嗱，呢個同閻王係同一個道理嘅。孫悟空佢改咗嘅生死簿係嘛，正合閻王之意。冇咗孫悟空，地府500年嘅爛賬都唔知點樣先搞得掂啊！依家好啦，責任推晒俾隻馬騮，閻王終於可以瞓得着覺。好似馬騮咁嘅人咧，表面睇係災星，實質上好多單位嘅福星嚟嘅。所以後來孫悟空有事揾閻王，閻王都有求必應。其實唔單止呢單嘢嘅，馬騮做弼馬溫嗰陣咧，放走晒啲馬，偷食蟠桃仙丹，大鬧天宮，種種惡行。喂，居然成個天庭咧，各路神仙都搞佢唔掂啊！你係咪當我哋弱智㗎？定係話呢批神仙都係垃圾啊？睇個哪吒都知啦，啲神仙隻都修仙道劫得道上岸㗎係咪？邊有咁兒戲啊？實質上係大家開心到咩咁啊？馬騮咁一搞係咪？各種對唔上嘅賬以及歷史遺留問題，全部迎刃而解，而且咧打爛咗再重建，又係分蛋糕嘅大工程。唔係神仙冇本事，人哋順水推舟咋。嗱，再講啦，馬騮咧確實係條好漢嚟噶，壓咗500年，硬係自己頂住，一個崩都冇講出嚟。嗱，從此之後啲神仙對佢嘅態度啊，個個都不恭不敬啦。大鬧天宮之前咧就叫佢死馬騮，出嚟之後邊個見面唔叫翻聲大聖哥啊？後來西天取經嘅大聖一 call， 各路神仙啊隨叫隨到。名著之所以係名著，你睇人哋啲底層邏輯啊嘛。雀仔生嘅時候食螞蟻，死之後一群螞蟻食雀仔。一棵大樹可以製造100支火柴，但係燒光100棵大樹只需要1支火柴。遮唔可以遮風擋雨，邊個仲將把遮舉過頭殼頂啊嘛？讀多咗歷史咧，有一種陽謀你應該唔會陌生嘅。你忠臣功高蓋主啊，皇帝我好為難噶嘛，殺咗你啊失人心啊，唔殺咧我又瞓唔安穩。於是呢個時候咧，皇帝突然間自槍捉底喎，扮到懵盛盛咁，默許個奸臣當道，借奸臣隻手啊做低你。你一死咧，皇帝我又瞬間清醒翻咯，懲治奸臣，等奸臣嚟孭鑊，為死咗忠臣平反，民憤平息，大家再次高呼皇上英明，係咪好熟悉嘅配方？係咪好熟悉嘅味道？所以 bro， 我哋睇事情咧，唔好俾個表象迷惑。世間最緊要嘅唔係錢，唔係權利，而係思維方式。強者思維造就強者，弱者思維造就弱者。屋企有細路嘅，多啲同佢講下歷史故事，培養下一代，從小讀懂人性、人間清醒，唔好辛辛苦苦寒窗10幾年，到頭嚟大個咗啦，幫強者做牛做馬、唱歌跳舞供佢哋享受。你話啱唔啱？